政府已经决定，2027年开始要全国禁止用品市场哦。现在咱国内有421个市用品的市场，上侪是只有1档的转型期。环保署嘛表示讲，目前一日是有600多吨的家庭油品、焚化炉、sun糖甲新一零厂会当处理。也毋过，有人烦恼讲烧品敢会造成污染。环境部嘛强调讲，目前烧上侪品的台中市的文山焚化厂，感测戴奥辛的浓度无增加，颠倒是减少。行政院宣布，对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油品市场。针对油品的处理甲利用，环境部也开记者会说明，表示会当市场的油品来源有包括事业油品，亲像餐厅和卖场的，佮有一种对学校、部队等等回收的含食品加工厂甲屠宰下脚料。但是，刚好油品、小食蛋甲工具大类的油品是禁止市场的，这就表示每年1年来全国有421个油品市场的低调必定转型。养猪场一般。它就是帮忙服务嘛。116年1月1号以后，那因为在整个1年的期间，养猪业者以后就不能清运了。那乙清他就会去评估它的量能，如果他是认为这是一个市场，他自然会去增加它的清运量的。环境部表示，转型期间针对油品市场的低调，要全面加装温度和影像即时监控设备。也若在油品的车嘛要装 GPS， 拍算12月31进前完成查验和法规修正。面对有业者讲要拒绝载油品来表示对政策的不满，环境部表示理解，嘛讲已经甲各县市的环保局甲清运业者加强沟通，来协助载无人处理的油品。嘛指出，一工600多吨的家户油品会以焚化炉、sun糖和生殖能源厂等等来处理。各县市环保局。估计大概会有600多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能，因为看到了落日，他们会投入这个领域里面，会去做这个再利用，包括堆肥，包括黑水母的养殖或新建生殖能设施。针对以焚化炉来处理油品可能会产生戴奥辛的疑虑，目前有20个焚化炉在处理油品，有采样嘛完成检测报告的排放管道，戴奥辛的排放浓度拢比法规标准更较低。环境部表示，未来嘛定出指引，予各县市来加强监测。记者卢尚珠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